屏东高速嘅硬气管除了推广菜地休闲产业、进行社区总体营造一个工作以外，亦能让人前附设的安亲班，免费照顾弱势家庭的成人呢，不能也得到同一般成人的共用嘅课后托育环境。除了功课，亦能涵盖注重日常生活技能嘅培养，训练成人呢独立自主。像平常时成人呢都会听书、表述环境、洗菜、种菜也得。来看啊，也个上海同时做到教育、心理辅导同人格培养嘅安亲班。知道从那边到这边是8.58米，对不对？接下来量宽度，好来宽度，从那边量过来，换你，你拿过去啊，卷起来，卷起来。没有了，先给他这来，线要拉直，不能够这样子，这样子线准不准？不准。这样子呢？安亲班的堂课安排嘅系环境教育课程，成人对居家环境嘅测量开始认识。还学习日常生活嘅环保概念。5楼的人可不可以先洗手？洗完手对不对？洗完手水可不可以流到4楼？4楼可以做什么用？4楼可以煮饭。煮饭拿洗手的水去煮饭，我煮给你吃。还有呢？对，浇花应该到最底下去了吧？普通式嘅教学，成人学界当欢喜。呢间安亲班成立已经2年外，附设到屏东高速硬气管地带，学生有40个人。88水灾开始我们是在第一线救灾，那发觉这边弱势的家庭跟孩子特别多，所以我们把整个心力就投注在这里。也就因为那条成人嘅家庭背景。所以官方喺唔实施义务照顾嘅人，希望佢也是得到同一般成人共款嘅课後教育環境。弱勢孩童他為什麼不能去上安親班的原因，是因為沒有錢可以繳。那如果說我們在這裡以收費的方式來繳的話，孩子還是一樣沒有辦法來，而且也還會在外面流連。那我們純粹是義務性的。虽然开销很大，我觉得这种工作是长期性的，而且是必要性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执行它。因为迄拉高速啊，像讲我提来这，有安多生意呢嗰度单亲家庭呢，我都隔代教养诶，都来想讲来听书一下安尼嘿。照顧生意啊，幾好啦，安尼嘅本他家农家人鬼方便啦，上班的也鬼方便啦。很幸福，而且还可以和元气馆的同学交朋友，然后呢，跟他们开心的玩游戏，然后呢，一起写功课。这片规定成人适合功课爱变数环境，因为官方认为透过劳动，使得培养间独立自主。甚至是成人也有听受，简单嘅洗菜竟系做得了嘅，顺行嘅幅度正界系70条，大家围向下学习简单嘅料理技巧。我们是最好吃的。当然了。
我有餐了，天哪塞！的妈妈，难怪这个刚才在叫。没关系，要表示他快要好了。那他在经济最弱势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技能是强势的？或许在将来他在求学阶段会因为学费的不足啊，各方面的不足，让他学习会中断。但是他技能一旦从小基础打好的话，他就不会中断，他还是有一些部分会比别人强。学习土地持久，不需要抵得感恩惜福。虽然土壤接受嘅唔係受限嘅知識，嗰個唔係限制完全進步，係偏地嘅因素。18派萬塊愛自家食，連4隻嘅聲音也強款，就算是收台比自家行較高，也3萬8上去。有啲聲音可能一下係無法度體會官方話訓練間土地持久嘅用心，不過已經看得出一段時間以來嘅效果。煮菜，還有拖地、掃地，還有擦桌子，還有收碗盤，幫妹妹洗澡。從厝邊啊，愛倒垃圾哦，有啲聲音呢。伊會來聽書，廁所的哦，講去過厝呢，伊講唔怕，唔愛，伊會剛來主動聽書。甚至我們這裡已經有孩子學會做簡單的料理，回去煮飯給阿公阿嬷，甚至父母吃，這是讓我們覺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啊！看到孩子進步哈，我覺得再怎麼辛苦，我們都覺得很值得。2日，官方會安排聲音去採驗。越踩越深，越踩越淺，越踩越深，越踩越高。呢片嘅菜同錯係強化生界，因為完全用自然農法，又係用人力磨啦，所以錯生界比菜還較多。菜上之間嘅水經過腳趾頭，聲音都水向下當反應。種菜今日要參與，因為已經到了實地採收嘅時節。那怎麼拔？好，從底下你教他，靜姐你教他怎麼拔，快點，不要從下面哦，要從下面挖起來。靜姐你你教他了。哦，但是已經卡住了，黏住了。好厲害採驗嘅係太高時地擺，雖然自由嘅太上講法，幫錯摘菜搞料，享受採收新手種嘅青菜，一種歡喜同成就。把那個抬出來，菜你們拔好的菜，都有2個吧？你個人那麼厲害啊！那個2個籃子，沒有一個就。在種植那些菜園的時候，就是要教導孩子哦，一切要從跟大地學習，從土開始，然後讓他們手心向下，因為一般都是我們申請有補助的時候，手心都是向上嘛。那我是覺得手心向下有無限的可能。目前安親班大家一個開銷係30萬，農科先行人士同團體，還有官方買自家種嘅菜來維持。雖然資金漸漸冇啦，不過為咗冇俾弱勢家庭嘅聲音受到起跑點上，官方還係上網想辦法賺錢，繼續教育市民普通同廉潔養成工作。